大家好，一到5月咧，好容易咧就會諗起端午節咧，我哋會食五月粽。不過咧，聖經裏面咧就冇五月粽，有芥菜粽喎。聖經裏面話天國咧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咧拎佢種在田裏，這原是8種類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嘅菜咧都大，且成了樹，天上嘅飛鳥咧都宿在枝上。又有講到你哋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佢都必挪去，並且你哋每一件咧不能作嘅事。究竟芥菜種係有幾細？芥菜種大小咧約為1毫米，重量咧1毫克。不過佢唔係世界上最體積細小嘅種子，佢咧喺當中咧可以長到咧成3米咁高嘅樹，好犀利嘅。芥菜種的確有極細小嘅意思，所以芥菜種亦都可以引申到微不足道、唔被睇草或者容易被人睇小嘅意思，等於中國人所講嘅芝麻綠豆咁小嘅事，真係好微不足道。不過以一粒微小嘅芥菜種，竟然最後能夠長到一棵咁大嘅樹，去比喻天國嘅影響力，表現出福音嘅能力，嗰個潛在嘅發展變化影響力，甚至連飛鳥都聚集喺樹裏面咧，受其保護，就意味着萬國萬民咧都要進入到天國裏面受保護、受栽培。天國亦都將神蹟咁樣發展到超乎世人所唔能夠想象咁龐大嘅深遠嘅影響，惠及萬國萬民。另外，聖經提到不要小看神嘅能力，你哋要有信心，好似一粒芥菜種，就算只係微小嘅信心，都可以移動山嶺。所以唔好睇小我哋每一個，每一個咧喺神眼中都非常重要。主耶穌咧都睇我哋咧係寶為尊。芥菜